敬请收看台视东北虎点秋香。媳妇少爷去房间休困。嘉玲先生，我有一个话想要问你，我踮咧大厅等你。是。夫人请替学生解释，学生并无要欺骗夫人的意思。我会想要讨东北虎的话，是为着要鼓励两位少爷认真读册。你敢毋是讲过？你甲东北虎根本就无熟悉，敢毋是？确实是无熟悉啦。学生只是不忍心看两位少爷失望，所以才想要请文书斗相共，替我甲东北虎讨回相送。哼！东北虎的话是有啥物了不起的？如果人品也无好，嘛是无路用。夫人讲了无对。读册人上重要就是人品，伊若无册读较济嘛是枉然的。学生甲东北虎无熟，所以对伊的为人无清楚。哼，东北虎因兜的人拢是风流成性，卑鄙下流，啥物人甲伊斗阵就受拖累。我唔准华府的人甲有啥物款挂单。夫人，请用茶。放在桌顶就好。是。夫人请莫生气，经过夫人的指点，学生保证，一世人甲东界人绝对袂有交往。哼，你上好是莫甲东北虎有啥物款的瓜葛，你若无食，阮华府你也无在条我大落去。华府，现在才讨厌阮东家，也是甲阮东家有啥物关系？兄兄，拜托啦，拜托你啦。好啦。什么人？是我秋香甲两位少爷。请入来。两位少爷唔敢入去啦。志勇讲你吧，因是安怎？都为着今日下晡啉酒醉讲唔对话，想要来甲你陪做，毋过，佮歹势来见你啦。要来陪做，你来讲。老师啊，我咧保啉酒醉哦，害你阮阿娘的。早知哦，我就甲阮阿娘纠正，上加哦2顿莫食，才靠到就好啊。啥物2顿莫食啦？啊，你2顿无食是安怎样啦？ 2顿无食巴肚会枵啊。啊，
对啦，老师，你若歹相信哦，你会使搁两安尔想去一届嘛，阮就会使带你斗相共啊。我一摆就互你惊死啊，哪够后一摆？我靠，把好款款，我等以后啦。老师啊，你若走，都无人甲阮讲基佬大的故事啊呢。老师，阮足介意你的啦，你开什么条件，阮拢答应啦。对啦，什么条件拢答应啦。我你若介意基佬大哦，我基佬大都要送你啦。对。对啦，老师，你若介意秋香哦，秋香你砸断去无要紧啦。老师，你无介意哦？安尼，无要紧，阮兜就好嘢。你若介意下，你凊彩衫啦，无要紧啦。嘿啦，规个拢包包转去啦。好啦，我最后给恁一摆机会。啊，机会阮无伫食啦，阮拢食猪血啦。对啦，我丢我够基佬大的啊。大少爷、二少爷，老师拄我讲的机会，意思是讲，伊答应继续留来教恁读书啊啦。哈？真正？嗯。哇啦，莫去闹啊啦，去闹吼，为什么爱互你闹？老师啊，吼，阮甲你要甲东表讨豆送货的代志讲出去，你敢真正搁要送货？在恁啉酒醉吼，也袂挑故意的。夫人若无对我安怎的，搁再讲，你嘛有照约束啊，认真读册嘛。所以，这2包东北好的豆，送你。送阮东北好的豆，你看嘛。多谢老师。这是你应该得的奖励啦。老师啊，阮2个兄弟啊，对你的钦佩是愈来愈多。对，老师，后摆哦，你就是阮的模范啦。你若做啥物代志哦，阮拢缀你做啥物代志。小菜来，慢慢来。啊，欢迎，下节。啊，两位客官要用什么酒菜啊？小李啊，我小李。你即摆是在创啥？遐尔无说你上水哦，拍一个我小。小弟啊，阮无要啉酒啦，摕几项菜来。啊，无要啉酒，要安那吟诗作对啊？无要啉酒袂用的哦，紧去摕菜啦。是，无要啉酒袂使。阮明是两个查某体。我毋是跟你讲叫人讲错，拄我差钱要闹开。是啊，是。公主，啊，我朋友是叫这关系的啊，一时要改，足袂顺口的。是讲，这个所在，敢随着无呀？这个人啊，自称是文人才子，因上爱伫这所在啦，所以讲吼，早晚一定会对恁勾引。你进来看，我有东北好的话呢。没有，我来讲啥无？贵山山的物件，民家手味就是无共款呢。喂，无讲啦。东北好的话，有啥物了不起的？你这样哪会使安尼讲？东北好是公认的第一大财主，文采风流，尤其是伊的话，是无人会当比拟。吟诗作画，敢有法度换功名心？东北好啊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机灵而已。功名是要算啥？小小的功名，东北好才无看在眼内。你若唔捌，你就甲我点点。对啊，我是安怎？你是不是抬头在对我讲话？抬头。哎呀，你不是飘飘东北好的话，甲我鉴定看卖啊一个。你内行的，昨暝找阮2个来鉴定。小弟啊，你睇一个。这当然。讲到这画图啊，第一重要就是落笔的时阵。大少爷，老师伫咧府内等恁转去上课。对，快上课啦。歹势哦，老师咧府内等我要上课，我要挂断。我来恁讲，
讲到东北好的山水图，吼，阮两个兄弟啊，一人有一百，人工哦，甲找过来，互你鼻芳一下。啊，不过阮即马足无用的，阮要是来走。嘿，阿兄，你当的啦。球，拍谁哦？咱来走，呀。哇，那种一人一包嘞。阿文华不后边秋香。是啊，拄仔迄个查某囡仔，好像就是高爷结尾迄个人呢。哟，就是迄个互你食。我听唔对啊，无啊。华文甲华母是两个兄弟啊，伊上是上无爱读册啊。头拄咱讲，咱赶紧去上课。这恁都唔知影。听讲哦，迄个老饭店足第三啊，介绍伊的第二门生，叫做廖连先生去华府做老师。老饭店第二门生，廖连先生，我哪捌听过。这个盖章呢？对啊，你会看未？小姐，迄太师傅就是无共款呢。你看，连一个查某囡仔，都是甲遐尔水，遐尔有气质。原来迄狐狸精是华府的查某囡，一个查某囡遮尔无守本，有怪人有够袂见识。小姐，这是太师傅呢。告诉讲，咱个代志闹大，安尼咱毋是惨吗？事实都摆在眼前啊！道顶关迄个人已经找到啊！我相信你姑爷一定是伫附近的。啊，廖连先生是迄个老饭店介绍的，敢讲伊是恁姑爷？哈？小姐，姑爷哪会叫做廖连先生咧？你是讲爱是专心要甲我做对啊？恁姑爷一定是惊去掠个干净，所以啊，伊唔再用假名。袂用的，我一定爱去要华府查究清楚。小姐，你真正要入去哦？这太师傅呢？等你是惊什么货啦？太师阿伯甲阿爹过去共阮伫调林里做官，我未出家进前，时常陪阮阿爹来找太师阿伯行棋啦、开讲啊。难相信，我证明互你看。卢局啊，甲华府甲侯府是啥物世交？啊，人来就好啊，哪着遮尔啊搞礼数咧？这是应该啦，我应该早就来看你啊！因为最近吼厝内面代志较济啦，即马较闲，所以你唔通见怪哈。我袂见怪。啊，听讲你即马敢是转去外口厝伫咧住？啊，若是安尼，你即马是真是啊较有时间啊咯。若毋是撇好，一日到暗伫外口咧弄榴莲，也无要顾厝啊。若无，我嘛袂转去后头厝。卢局啊，当年你就是唔听我的苦劝，我毋是讲叫你唔通嫁去东家，你偏偏就无要听，啊，他即马唔就知影后悔咯。伊就是东夫人，爱来遮创啥？啊，一定来带东公主回去。秀香，赶紧上地。是夫人。东夫人，请用电。哎呀，安怎啦？迄个人话拢又来啊啦！哎呀，赶紧来甲老师讲。秋香姑娘，你生得这尔水着，查甫人看到一定会叫你骂去。东夫人，你过奖啊，秋香不敢当。干安尼？阮兜相公东北好若看到你，一定会介意你。你讲是啊，毋是？东夫人，秋香无了解你的意思。敢真是啊无了解？秋香，你过来。杜耀，你讲话嘛伤过无分寸，你找无红婿，嘛袂用甲每一个查某囡仔拢当作会抢你的翁共款。我希望你伫咧华府讲话，唔好伤乱来。
批评夫人表演准备好啊。卢桥，厝内大细项代志拢爱我处理，所以我无时间陪你。你是要踮咧遮，或者是要搁加坐一个，迄就随在你啦。秋香，是。卢桥去东家了后，将来就毋捌来咱兜，算来是咱的贵客，你就要好好款待知影。是夫人。阿姆，孙行吼。秋香，你想要要诱拐我红婿？我无啊，董夫人，你误会啊啦！你搁假强辩，你就是我唔知，伫华府教书的老师就是董伯虎，你即马带我来见？老师含两位少爷，即摆伫咧厨房读书，秋香唔敢搅扰因啊。读书，哼，安尼上介好，看伊要走倒去，小等下，就互恁两个好看。董夫人，董夫人，我求你，你甲我放开好不好？董夫人，我求你啦！你讲，华文华母伫倒位读书？原来因是伫遐，小等恁就知死，行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小姐，安尼面去你敢唔知是狗牙？天所欲，了不起。过来等。哎，你是啥物人？啊，遮随便，跟我来转厝。了不起。过来等。哎，你是啥物人？啊，遮随便，跟我来转厝。诶，那会是王少贵？你毋是我的相公？你嘛毋是我的娘囝，这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安尼是身后体统的。你，我了然还未娶某，你莫破坏我的名声，害我娶无着某。我甲你讲，以后就是鼎鼎大名董炳虎因某啦。对啦，人乃是哦，好爸母呀。好不？好文，你两个。陆玉子啊，还得来呢，既然来吼，我紧要走啦。对对，哎，做伙来听看，老师哦会同咱讲出一做人的道理了。董夫人，听讲你咧厝的真阿爸，安去较离家出走，这哦就是你唔对啊。你做人的家后，就要守妇德，咧厝的就要相夫教子，不过聘家私情啊。聘家，聘家就是家母，聘家私情啊，就是讲家母唔通学家公透早起来叫人起床。董夫人，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哦，玉子啊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唔知啊？迄家母吼，就专门去洗鸡卵刀，唔茫学要人学人家工安尼，去叫人起床啦。要洗一粒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讲阮家小姐是家母，我无讲你夫人是家母，因为啊，你根本未生卵啊！不，伊唔是家母，伊唔是家母，伊是好爸母啦。恁两家会记得会记得。英雄，咱来等。是，恁两个哦，咱是小弟啦。哼，请讲啥夫人？免，你只好是正啥？夫人，好爸母，孙娇，秋阳姑娘，真歹势，拄则我迄个这实在太无礼貌，我代替甲你回失咧。老师，无要紧啊。我今日当倒过这劫，完全是两位少爷斗相共。啊，就拄啊好哦，我去大厅看到迄只好爸母来啊，哦，阮就紧走来甲老师讲呢，绝拄好诶，王少贵吼，带送迄个文房四宝来啊。就是因为安尼吼，才麻烦王少贵诶加办做我啦。两位少爷，伊知影你真正的身份。这哦，以阮两个聪明哦，甲智慧哦，阮早就知影。